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宝岛歌丁》，我是林品源。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宝岛歌丁特别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台湾有一句日客俗语伫咧讲“台南迎妈祖”，你敢知影这是啥物意思啊？哈，这个答案是讲无奇不有啦。是安怎安尼讲呢？其实啦，原来伫以早前吼，上早有官府起的这个妈祖庙吼，都是伫咧台南哦。逐年的3月份哦，这个妈祖生的时阵啊，全台南北路的妈祖的信徒啦，遮个吼，拢会来回乡到府城，来参香的阵头哦，还有家己的旗号，还加上遮个信徒吼，每一个人拢会摕一支这个旗啊。就变做了一片大小旗海哦，啥物旗啊吼拢有的这个景象，所以咱才会讲哦，台南迎妈祖是无奇不有啊。不过呢，虽然今年啦，大部分的所在吼拢无去迎妈祖啦，不过呢，咱就伫妈祖生的时阵吼来讲一寡吼，遐个咱自细汉看到大汉，但是吼拢定看头前无看后壁，其实迎妈祖的队伍后壁还有这个顶头，咱拢无去注意到，咱今仔日就斗阵来去看卖哦。这个妈祖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女性啊。这个妈祖神仙是真庄严，真慈悲，好似着家己的爸母安尼，所以真疼囝，伊也是真疼老百姓吼。迄个9月的时阵吼，大概讲起来70几年前，阮阿公带我来台南啊，我看到迄个迎妈祖吼。非常的震撼。林志信，一个看迎妈祖大汉的画家，40岁的时，伊甲妈祖下愿，要用创作来记录迎妈祖的热烈状况。迎妈祖唔是甲台南，迎妈祖北港啦、鹿港啦甚至嘉义啊，都拢每一当3月23，妈祖生日拢会落热。我迄个时阵接为18排，所以对搭老热，我就赶去看北港、鹿港，我拢走去看。对伫迎妈祖队伍后壁的顶头，每一个角色拢有伊的故事甲意义。林老师用20年的时间，替台南的迎妈祖完成124公尺长的版画，顶面总共有1066个角色，替台湾甲上精彩的信仰状况记录落来。其中佫包括即马正罕你看的台南800旗。因为迄个时无电视、无报纸，所以无像即马媒体也发达台南的迎妈祖来自四方，草地来望遮几万人拢来，所以因迄个相片的宣传，只有一档最重要来做商业的宣传。这个表演是2只牛相搭，大家扭家己的牛，袂使相搭扭。扭的时间扭，伊就要搁相搭。到尾这个人拢叶边甲对面的牛甲叠，讲你无应该来搭我的牛，伊也是讲安尼。所以到尾2个人大咧大相骂，大相怨所以这个是。若欣赏版画，若听林老师的说明，互人想要更加了解，伫一年一届的热热迎妈祖队伍当中，也佫有啥物款的故事？到底这个缀着妈祖的背后的这个神教的这个队伍中间有啥物款的故事呢？咱今日真荣幸嘛，真欢喜，邀请到对台湾民俗非常有研究，会当说讲是咱台湾民俗通啦。我拢讲伊是台湾民俗的高人这位是林茂贤老师来到咱的现场。老师啊，咱咧讲这个迎妈祖，讲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咧了境的意思嘛。台湾的妈祖活动，伊主要有几个形式啊。第一种叫进香，进香就是讲咱去外地庙宇去拜会遐朋友，伊的地位是平等的。所以讲咱听人讲咱的阿公阿妈要进香呢，拢唔是伫当地，拢是去外地。去南昆新进香，去北港进香啦，这个进香。第二种叫绕境，
绕境呢，就是讲神明啊去巡视伊家己的管区啦。哦，每一个神明拢有家己的管区啊。是。伊呢每一年呢，伫圣诞进前呢，会伫伊家己管区内咧洗安尼吼，叫神明出巡啦。南部地区呢叫文征，吼袂使。跨界哦，是吼，跨界迄就叫做亲门大户，所以比如讲大家嘛，伊就袂使来台北绕境吼，这就唔对吼。第三种就叫挂火，挂火挂香就是讲吼，分灵的庙宇等于伊的祖庙啦，吼，比如讲台北地区真侪王爷庙啦、妈祖庙，拢是伫中南部分灵起来，因即摆每一年拢会等于祖庙遐看迄个香火。我就想我是咪想等去后头厝迄个感觉？是，看香火放喺香炉内底。炸弹来，这叫做挂火挂香。第四种呢叫做过炉，过炉就是讲迄个神明吼无厝，伊无固定的公庙呢，无固定的公庙要住喺倒位，活炉主。今年跋到你，就住喺恁兜。有影。明年我跋到我住阮兜。伫恁兜来阮兜，这叫过炉。所以基本上呢，这个神明的这个民俗活动呢，分做这四种。北港迎妈祖就是咧北港的市区，伫遐说这个迎妈祖。若大家这种就是去进香，若是六帮马，这叫过炉。白沙墩呢，就是去北港挂火，这安尼分就清楚啊。咱即马听吼，有较清楚的了解啦吼。其实你去参与的时阵啊，就是迄个一粒心嘛吼。每一年呢，甲这个3月时呢，规台湾几啊百万人伫烧妈祖。对啊。这个人毋是食饱伤用。你会当发现讲，谁若是妈祖，毋是王爷，也是其他神明。咱信徒，咱若是心内艰苦、惊吓、不安的时阵，咱会找谁？咱拢会找妈妈，对无？你袂去找总统嘛？嘛袂去找迄个警察局长、什么教育部长拢袂。咱心内有代志，一定会找妈祖。过来呢，伫这个进香的过程内底，爱做便当也免。系啊，免。免哦。你伫进香的过程内底，不管是白沙墩、这个大甲妈，拢共款，行过的所在吼，迄个信徒拢会义务提供食的啦、啉的啦，要住倒位，沿路民众会甲你招，讲要来阮兜困无？要来阮兜洗身躯无？只有伫这段时间内底，拢袂讲互相信任啦。对。而且你也知影，去参观妈祖进香的，行9工会忝无？会啊。你有注意到，拢是乌里送、乌巴送咧行。因啥要去行9工？毋是为了减肥呢，为了红晒身体无好，囡仔事业袂顺，孙仔要考大学，做阿嬷就去吐9工，行9工，这是苦行呢。希望妈祖你爱保庇我的红晒身体又好，保庇我的囝儿迄事业互伊顺遂啊。所以伫个内底太济感动。你同我发现讲啦，台湾社会愈不安，经济愈歹，政治的这个斗争愈激烈的时候，第2年落去进香的人就愈多，因为太济不安的心灵需要妈祖的安慰啊。咱即摆看这个图呢，是白沙墩妈祖进香。白沙墩哦。白沙墩妈祖进香伊的特色就是伊无固定的路线。有听讲。是，所以行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有迄个神桥神桥呢用这个踩桥的方式，就是左右，然后前后，安尼行。行了，噗，行这边。是哦。有当时行这边，有当时放桥，有当时也捌去，所以要行倒一条路，无人知。有当时也会去行迄个西滨快速道路。是。行西滨快速道路爱开罚单无？有当时也会去弄入去什么学校啦，有迄个弄入迄个超级市场啦。是。就一届啊，弄入去超级市场，后边2-3万人就对伊入去啊，设置人了出来，衫拢无买呢。有当时也去暗时也去人弄门，弄门的时阵呢，就规家伙拢咧困啊，门一打开，哇，妈祖来啊！是，但惊者还蛮昏哩。上可怕毋是安尼，伊穿一领内裤，后边2-3万人徛遐甲看，这较可怕。所以这是白沙墩妈祖。白沙墩妈祖。哎呀，这，这吼，就是白沙墩妈祖呢，伊去北港的时呢，爱较火。较火。较火就是讲去迄个妈祖的万年香火炉内底较迄个香灰，然后放的这个物件叫香担，然后担等于这个白沙墩的妈祖庙，甲迄个香担内底迄个香灰放入去因的香炉内底，变做这个妈祖香火的连线。民众会去迄个白沙墩妈祖庙，佫卡一卡啊，等于因厝的，变做连线。这个阮厝的连线去迄落，对，安尼就会保庇，对，是，才能本转去。这香担沿路拢袂使拍开。惊迄个灵气会下楼所以一定是爱甲厝的才使拍开。是吼，像我这个敢就是好多宝贝啊。是，这就是宝贝啊。那宝贝啊，伊的功能就是讲，伊一定行伫
队伍的上头前，沿路卡路，通知大家讲妈祖来啊，啊你同拿准备啊，吼，所以你若看到报名，超过40分鐘才看到妈祖隊伍。40分鐘，嘿，啊这段時間就是要互你準備啦。好，老師你甲咱解說一下，就是講伊這有啥物款的意義哈？伊這身軀頂懸這物件。是，首先吼，伊迄個毛衫吼是毛衫，嘿，吼，這個披衫啦，伊是顛倒穿。為什麼？表示甲溫暖送互別人。哦，有影。所以，迄個雨傘吼，野雞雨傘、長的雨傘，迄個雨傘攏白條條，攏袂使拍開。想那邊找你雨傘。這個北京話叫做與人和善，合起來的善叫和善。過來你也看伊的這個目鏡。目鏡。嘿，目鏡吼，我有鏡輕，無鏡人。想怎講？叫做看破。哦，看破。是，佮所以呢，你也看嘛，伊的骹吼，這個一骹吼穿。草鞋一腳無穿，是。你若無穿草鞋，就會腳踏實地。是。啊，若穿草鞋就無腳踏實地嘛。若無腳踏實地呢，伊就愛自揭瘡疤，所以伊來頂懸膏一個膏藥有無？哦，是安尼。是。啊，然後你要看伊雨傘頂懸，白什麼物件？第一韭菜。韭菜。嘿，咕咕等等。啊，咕咕等等，就是長歲數的意思。過來一定要白支青的豬骹。迄呢，就是要防止白虎煞。是。過來呢，佫有迄個石做的迄個石符啦。是。石做的石符叫石符。石符。所以伊的規身軀攏有一個代表意義。攏有意義。嘿，攏是一個咱台灣人的人生的鐵盒關。是啊。當然啦，這報名也是安尼啦。這我看這幾陣人。嘿，這叫煞角隊。哈，掃角，哈，因為伊的聲音非常的低，所以咧聽起來是真有威嚴。好，那當然除了這款掃角隊以外呢，有精吹啦，是北管鎮啦、南管鎮啦、北音啦，這個行動音樂會啊。是，所以你若嘛唔捌去過國家公園，不要緊，伊攏徛喺廟口。是。南管、北管啊，什麼攏有，什麼會攏有啊。哈。這個班會我感覺講真趣味，就是講，除了是老師你頭拄講，我有拎出來，然後叫雅音社，這可能講的是什麼南管班迄款的吼。是是。這頂懸呢，寫到一個叫做爸爸旗哦。是是。啊，這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叫台南吼，迎媽祖，俗語叫做爸爸旗啊。爸爸旗兩個含義，第一個含義呢，就是講什麼奇怪陣頭攏有，什麼陣頭攏有啦。第二種就是講。每一屆即個繞境啦、進香的時呢，咱攏會甲迄個彩旗用布做的，頂懸用赤繡，迄款的彩旗呢，甲伊送出去遊街。彩旗迄本身就是一個民俗藝術嘛，手工藝嘛，吼所以呢，佇即個廟會當中呢，你同我看到音樂會，同我看到公益站，所以呢，阿公阿嬤攏佇倒去看歌仔戲甲布袋戲。廟口。啲廟口哦，唔是啲國家公園哦，吼，所以呢，規個廟就是咱民間的文化中心嘛。啊，若要講到這個代誌吼，是講袂透啊，因為時間有限，咱先來休困一下，啉一下茶，休一下喘，咱入面吼，再來請老師繼續甲咱分享到關於伊所知影的這個媽祖的代誌。媽祖高阿丁，內容足豐富，有地理，有歷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濟，捌愈深，對咱台灣就會聽入。足好記啦，老師，你伫現場我甲你請教，因為你對這上了解，就是講每一個所在的這個進香的形式啊，吼，攏同款嗎？啊，其實攏無共，攏無共哦。伊其實可以攏無共，所以唔是講所有媽祖攏同款。白沙屯伫進香是因為伊是無固定的路線，吼，所以呢，伊會突然間弄入去什麼莊頭啦，啊，你就看到迄船長哦，足緊張的，你啊廣播哦，講大家摕物件出來交代進香客無？今年感覺講啊，就迄個交代不周足歹勢，伊明年準備有夠濟物件，結果媽祖無來，是吼。所以你當年攏有當看到真濟人開迄個發財車，你啊找媽祖，找無媽祖啦。嘿，因為媽祖要行到伊也無甲我講啊。伫沿途過程內底，你會看到真濟人吼，甲媽祖換花。換花，花其實就是第一咱台語民俗的觀念呢，花胎，對生查甫生查某。你若一日生查甫，想要生查某，你就甲用白花甲換紅花；你若想要生查甫，你就紅花甲換白花。是，哦，這是白沙屯媽祖進香時的特色。這是跟他義烏爾，跟他義烏爾。啊，那北港的話就是食炮嘛。食炮。嘿，虎爺食炮，迄是上界熱烈的。除了祖媽、姨媽無咧食炮以外，所有媽祖。經過時陣，民眾用迄個炮安尼甲放，
有各种的炮啊，一个叫堆炮，堆甲一堆敢若山呢，甲点火。哦，第二种呢叫做盲炮，伫咧涂骹结做敢若盲啊呢，啊生命就落去行。好啊，第三种叫雷炮，雷炮就是用迄个牛雷啊，烧红红啊，炮啊伫遮压出去，啊压出去，迄叫雷炮。民众会认为讲愈放。愈旺，我放愈济，会愈旺安尼啦。咱即摆看到这是属于这个大甲妈的这个烟炉的物件。这个物件呢，唔是叫金纸，伊叫地桥金。地桥金的意思就是讲吼，妈祖神桥到这个时候，伊地顶悬。啊。当这个神桥离开的时候，吼，一群人就开始抢这个金纸，因为伊甲妈祖有接触过，这放咧身躯讲保平安。吼啊，所以呢，这是迄个千里眼上义。顺丰义将军后壁吼，后脑勺遐挂叫高钱啦。高钱，这高钱吼，若落一张吼，你免惊讲会造成污染，哈，规阵人抢到敢若像啥货。是。吼，啊，这呢，共款千里眼顺丰义手内底摕，吼，这个叫做手钱。手钱。这嘛共款，这若落落了，你就看到规阵人吼，拢会抢这啦。啊，这个物件听讲吼，收惊介有用。是吗？嘿，囡仔拍着惊的时阵，摕这收惊。嘿，吼，啊，像这呢，牛铃吹啊，这个。大甲妈祖太子团的，因为三太子呢，伊迄落7岁尔嘛，拢教一个灵吹啊。啊，恁厝的迄个囡仔吼，那迄落攀油漆，你著去甲伊教换灵吹啊。到尾想着讲安尼唔对呢，阮兜换恁兜，恁兜换因兜，啊，到时若着什么病，规路拢着。啊，所以因即摆用新的，制作新的，你若有需要，你落去甲讨一个牛灵吹啊，互你的囡仔教伊厝。嘛是符合着现代需要。这叫做阴面线，这阴面线呢，本来你创啥？本来咧白猪骹。嘿，白猪骹，啊，到尾后有一个乌巴桑，甲迄落报马揪一个阴面线，绑去因查某囝的手的啦，结果真拄好，因查某囝第2年就结婚啦，是吼，世界讲这阴面线偌有效，拄偌有效。这个阴面线呢，伊最主要目的是啥？互你自信，是，互你希望。我感觉这是宗教信仰上介重要的。对，其实姻缘唔那是男女之间的缘啦吼，其实人甲人之间嘛是有这个人缘啦。像讲这是千里眼顺丰米因咧挂这个高钱嘛吼。啊，我印象中间吼啊妈祖的护驾就是因2位嘛吼。但是啊，就因2个对妈祖就好啊。啊，是安怎讲？伊若是一进香或者是啥物条件啊，所有的神明、真侪神明拢会来。每一个神明要出巡的时阵呢，除了主神以外吼，这个咱吼平时有咧交配，咱叫交配景吼，就讲你喺庙会时阵吼，我会去甲你斗落嚟赞菜。对，我也是你嘛爱来啊。吼，啊你若这个庙会愈大的时候，表示讲这个庙伊的交配吼会繁荣愈济。啊，不只是神甲神之间的联谊，人甲人的关系嘛安尼建立起来啊，对无？透过这个庙会活动，甲咱台湾人吼，人甲人之间的迄个关系连接起来，连接起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啦。吼，一个庙会活动内底呢，伊最主要是啥？安慰真济这个不安，吼惊吓的心啦，吼，是咱应该伫个社会的功能顶面来看待这个代志。人安啊，心安上重要啊！吼，唔管讲安怎去甲保庇，其实吼有影是吼咧救别人的时阵，其实拢去保庇你家己啊。是。这内底遮尔济人吼，啊，这搁摕扫帚安尼，啊，这是咧创啥？是安怎毋是咧撩警吗？啊，是安怎过来有这？是。伊毋是环保志工队哦。毋是嘛？毋是志工。伊是沿路替神明咧开路。哦。神明要经过啊，我先甲路扫清气，是，表示我的虔诚。是。嘿，所以这拢是下愿的方式。是。北港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伊的野果。啊，有影，对，野果。嘿，野果对咱台湾的这个火车嘛。是。嘿，用一个主题啊，然后呢，小朋友坐一顶悬。是。野果呢，过去呢叫做诗意果，诗意果啦，伊就经过一首诗的意境，然后去做这个。咱即马叫做装置艺术啦。哦，所以讲每一台艺歌顶悬，每一顶艺歌顶悬拢有一首诗啊。到尾来变做讲历史故事、神话故事，吼啊等等，吼也是讲地方的一寡这个开发史，吼，比如讲严书记谁过北港到北港，吼，也是讲郑成功这个拍台湾等等啦，吼。即马变做讲以一个故事，咱民间所了解的故事呢，来做一个装置艺术。嘿，啊顶悬较特殊的是，伊顶悬坐囡仔，真正的囡仔。是囡仔吼，真正的人。嘿啊，啊，囡仔坐迄顶悬吼，啊，迄落啊去遐洗几波，洗到暗时拢差不多要昏去啊。我就是讲啊，这有算虐待囡仔无？虐待儿童。我就问迄家长讲，是安那边来做？你拢唔知？迄囡仔坐几工了，倒来了，拢袂吵。
是吼，有忝啦，很伤忝，所以袂差。所以恁囝若无乖，就叫伊去坐夜有影吼嘿，保证足久拢袂差。所以讲，即马咱来去到北港嘛，是游玩敢看到真侪艺术的这个表演。北港迎马祖的时候，大概是3月19一直到3月23日，拢有这个艺术。是。嘿，逐工拢会伫遐游行，啊，拢会游行安尼。过来你看这个图案，这是咱台湾民间上少看的，叫做软桥骹。新明要通过的时阵呢，真侪信徒拍的路的中，吼新桥伫顶悬。啊，穿过，是，这叫软桥骹啦，吼。那软桥骹开始是下愿的方式，还愿，吼下愿。但是即马无共，即马是祈求平安。嘿，所以你那迄个神明通过时，你会看到足侪民众拍的迄个路中，希望神明伫顶悬，啊，甲伊的灾厄啦啥无好物件拢带走啦。嘿，啊，这软桥骹原来有一寡规定咧，比如讲像迄个有新的妇人人就袂使软桥骹，因为顶悬有八卦。顶悬有八卦，吼啊，或者是讲这个厝的有丧事的，咱民间像叫无清气相啦，无清气嘛袂使弄，吼啊，过来呢，你身躯若带迄个神明，其他神明的符啊、符铃嘛袂使弄，嘿啊提起来，无会变做讲王爷吼，迄个妈祖下跪，嘿啊个第四个就大口袋袂使弄。想到讲大口袋，因为会卡住，所以讲这是禁忌嘛。这是我甲你发明的。有呀。哦，软桥骹这个变讲是以早吼是咧下愿的，但即摆拢变做是保平安啦。是啊，因为这是白沙屯妈祖，所以咱都话讲到白沙屯妈祖就是晚会、生查甫、生查某的。是是。有一个人吼，迄个研究所迄个论文写袂出来，也是要考大学的，拢会去望迄个文昌笔。是。文昌笔望的了后，啊，伊就会文思泉涌，啊，就会金榜题名，咁真正有影。你若无读册，你原来考袂掉，共款啦。是啊。但是望落了，你会互家己更有信心嘛。第一宗教信仰，互你是啥？希望甲信心。是。伊毋是互你些现金，吼，互你希望、信心，这是。宗教上介重要的功能，安定人心啦，吼，而且就是讲咱大家吼，心若安哦，人就安，啊社会就会平安啊，规个都拢顺顺遂遂安尼吼，算讲是咱台湾人吼，有影是迎妈祖啦、进香吼，互人带到真深的感动啦吼。啊，当然啦，有一种信仰叫做妈祖，台湾上水的风景就是人，啊，较是有影呢。伫咱去看这个迎妈祖的这个队伍中间吼，会看到真侪真趣味吼，真有意思的这个民俗文化，嘛会当看到人甲人之间吼，迄个谦卑啊，个对生活的愿望啦吼。报道歌顶用俗语参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咱今日真感谢咱无贤老师来甲咱现场，甲咱分享这个代志。唔通袂记咧后礼拜继续是看咱报道歌顶。老师，你讲你的学生啊，拢。